看做是上赞的毕业的礼物。云林的元江国小小连续6年了，带这个毕业生骑铁马来宽乡，用实际行动来认捌家乡。元江国小今年骑脚踏车返乡来到西中社区，除了熟悉无雕匠产业，嘛有囡仔印花针，阁有熟悉西中社区的诗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周边，但是我们平常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欣赏这些，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风景啊。然后让我们去认识这些雕刻的艺术。很好玩，很有趣，很新奇。过程当中，除了让囡仔熟悉花针的意义，增加对花针的熟悉，西中社区的诗嘛是在地人才知影意义伫倒位。到了西庄社区来做很多的体验活动，那下午还会去秧苗场跟蔡秋桐的故居等等。我们希望小朋友透过这样的课程，可以认识家乡，爱护家乡。对老师、同学，阁有志工妈妈做伙骑脚踏车来返乡，相信嘛提升对家乡的印象和认同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